继续来看高雄一个陈太太，今年的2月，想要伫过年前换一个新的头模型，就去家庭一间美发店。结果这个设计师是搬出着电锅，唔免怀疑哦，就是咱咧用的迄种电锅。空滚啊机的管啊，就帮这个太太来电头模。这个设计师佫强调讲，这个电锅电是即摆上界时行、上界流行的。结果是电甲这个陈太太倒边的头皮3度来烧烫伤，需要来整皮，啊耳孔嘛起一角。头壳倒边真红阁真整，除了头毛互烧掉，皮肤嘛烂去，耳仔嘛互烫着伤。高雄这位陈太太今年2月初想要趁过年之前换一个造型，想要到头毛煞变甲安尼。他跟我说电锅烫了，想说那个不知道是什么。无听唔对，就是电锅。原本想要电头毛，店家煞干那搬出煮饭咧用的电锅。卷子差不多给我上完的时候，才搬出一台电锅出来。我想说，那既然已经给他用了，就相信他。投诉者陈太太讲，当时就是用类似安尼的方式替伊做造型，这真侪工啊利用电锅的蒸汽来做。不过即马算是严重到需要重建头皮、头毛，恐惊就要开数十万块。代志发生到大，要是真痛，连想要洗头拢是问题。我问他说：“你那个电锅是不是煮饭的电锅？”他说：“我没有在弄那一台在煮饭。”记者实际来到店家，业者强调双方已经进入司法定书，而且讲伫越南定定有安尼电头毛的方式。越南帮客人办都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啊。煮饭的电锅，它温度也不能控制啊。它水蒸气如果一冲到头皮的话，头皮会比较容易灼伤。访问其他台湾做头毛的业者，因连听都无听过。即摆用电锅来电头毛的行为，未好包含地方卫生单位会使管的，就敢若电和染的药剂。针对这种染头毛和电头毛的技术，敢若也无真清楚的规定。双方目前嘛，敢若会使以消费纠纷到法院处理。